講講個情況係點啊？嗰隻鱷魚係其實咩品種或者咩年齡？個而家狀況又係點樣㗎？係嘅，漁護署咧喺6月24號嘅晏晝咧就收到警方嘅轉介啦，咁就話喺深水埗大埔道一個嘅單位平台咧就發現一隻鱷魚嘅，咁愛護動物協會就好啦，咁就先去咗現場就捉咗隻鱷魚，咁漁護署就之後稍後咧就去接收咗隻鱷魚啦。咁我哋初步鑑定咧，憑外表嘅鑑定咧就斷定呢個品種咧係一個灣鱷嚟嘅，咁就屬於呢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嘅附錄2嘅物種啦。咁24號之後嘅夜晚深夜咧，我哋就收到警察咧，佢已經做咗一個嘅調查，咁就鎖定咗嗰個涉事平台旁邊大廈嘅一個單位咧，就懷疑係嗰個鱷魚咧個來源。6月嘅25號，即係琴日嘅凌晨時分咧，我哋漁護署就聯同警方咧，去到涉事嘅處所咧，就採取聯合突擊搜查行動咧，去睇下嗰個單位嘅情況。咁啊，連同琴日即係前日捉到嘅鱷魚咧，咁一共咧檢獲咗咧30隻嘅瀕危爬行動物嘅。可唔可以先講呢隻鱷魚先？究竟佢而家係即係冇話幾多歲、咩性別？最大其實可以去到幾大？同埋嚟自邊度咧？又係？呢個灣鱷嘅品種咧，本身嘅野外種群咧係啲東南亞同埋澳洲嘅一啲嘅分佈嘅。咁而呢一隻嘅定呢一個個體咧咁嘅來源咧，正係我哋咧重點調查嘅一個方向嚟嘅。咁而家個鱷魚咧，當時去到愛護動物協會嘅時候咧，咁愛護動物協會獸醫咧已經喺捕獲當日咧做咗啲初步檢查，咁嘅鱷魚咧都並無大礙嘅。咁而家鱷魚咧喺安置咗喺漁護署轄下嘅動物管理中心啦，咁目前情況穩定。咁漁護署咧係會繼續觀察佢嗰個情況啦，會提供一切適切嘅治療嘅。